生们，列车前方到站东莞南车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op is Dongguan Station. 約會像是為分享到飽肚滋味，有任何難題卻不提起。先生們，此列車全面禁止吸煙，感謝您的配合。列車前方到站东莞南車站。由於動車停站時間很短，沒有私人旅客請不要下車。到站旅客請提前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到列車逆行方向前部車口等候下車。下車時請留意列車內站內的縫隙和落差，注意安全。兩臂卻分得開我共你。女士先生們，列車前方到站惠州南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op is Huizhou Station. 如除我以外在你心，還多出一個人，你瞞住我，我亦瞞住我，太合襯。這就是談情客氣得嚇着我，除了近來繁忙，我所知有幾多？若要哭不哭訴，為何大家爭吵鬥嘴好過？女士先生們，惠州南站就要到了。We are arriving at Huizhou Station. 仍寧願親口講你累得很，如除我以外在你心，還多出一個人，你瞞住我，我瞞住我。女士先生們，列車前方到站惠東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op is Huidong Station. 女士先生們，列車前方到站惠東站。由於電車停站時間很短，沒有到站的旅客請不要下車。到站旅客請提前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到列車逆行方向前部車口等候下車。下車時請留意列車內